标62线崩落一台货车后桥头，结着加载驾驶轻伤，馆长表示希望行政院拨经费救灾。嘉义六卡的所处了有越南移工冤家烧台，造成一个人死亡，警方抓到涉案人士，照杀人罪嫌移送侦办。本母子海峡2只阿联的游轮受到伊朗的攻击，美军虽宣布空袭报复，同时也讲要封锁伊朗的港口，也有沿海的地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日东岛新闻，我是麦尚莹。8位风台带来真侪雨水，这苗栗的苗62线昨暗时发生严重崩塌的情形，有一台货车互石头击着，加在这驾驶是敢若轻伤尔。那县长郑东锦呢，伊是表示讲，这苗栗县灾害准备金即马已经用到大底啊，希望行政院会当拨经费救灾。山架边已经空空一片，大面积的土石嘛规个落落来，下骹的道路嘛完全砍掉咧，还有一只货车互土石缀掉咧，倒伫咧大粒石头，还有护栏中间。好在在货车驾驶逃过一劫，敢若轻伤，想到要是会惊。突然听到一些轰隆轰隆的声音，昏天暗地啊，然后整个就是撞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被推到最旁边。完全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车子有变形了，把车门赶快踹开。我离开车子的当下，我有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啊，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往前跑啊。如果我不往前跑，我一定会死掉。老郑是13暗时要外11点准备送货去泰安乡温泉区的超商，不过经过苗62线2.3公里处的时阵，却拄到落去的石头，伊赶紧落车走去超商发救人。因为苗62线是泰安乡主要的道路，落去的石头嘛造成双向交通断去，有3个庄仔的交通路线嘛互挡掉咧，需要驶过去才会当行。苗62线是泰安乡里面有3个村的一个主要道路，包含喜正区的千安村、秦水村以及八卦村呐。所以呢，这条道路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命脉。比较严重的部分，我们先来处理。那是不是这个灾损的部分哈，请行政院我们的这个灾害预备金也用完了哈，希望行政院尽快核下来，让我们苗栗县好做后面针对泰安跟南庄的这个灾害处理的工作。苗栗县长张东锦14透早去到现场，初步评估有1000吨的土石，为130公尺到150公尺的宽度落落来，石头落落去的区域大概有100公尺，大型的机械已经入去倒3工啊。张东锦除了请行政院赶紧拨经费协助泰安甲南庄的灾后修复，另外针对落落去的石头，地方是希望会使直接通过，免阁弯来弯去。不过因为经费的问题，希望中央倒3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市中庆市场加油站这边啊呢，是来发生一件火灾的意外。因为现场的铁柱拢是用柴箍甲紧起来，所以火势是拖了真紧。有一只狗仔是挨无几声，就安尼碰见。加在今仔日早起，总算找到这只狗仔。大火甲高烟一直冲出来，铁柱真紧就规个拢已经烧起来。因为边仔就有一个加油站，消防人员紧急架设真侪条水线，全力灌水抢救。这个穿红衫的查某人一直咧叫家己的狗仔，若不是迄只狗仔要门大声吠提醒，伊的主人就袂负走出来啊！是他救我出来的。哥哥一直敲我的门，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起来看一下，哇，烟全部都是烟。哎呦，天啊，奶油在哪里啦？这件火警是发生伫14半暝，花莲市中庆市场边仔的铁厝，唔知影什么原因熊着火，因为现场拢是木造的铁片厝，边仔阁有加油站，消防局唔敢大意，随派花莲自强人力、利润北部特殊等侪分队前往灌水抢救。现场由于是铁皮联动的建筑物，所以我们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它这个界面是4栋联动，然后目前我们把火势控制住，那目前受到影响的是2户。规件火警最后伫半暝12点40分得到控制，阁有一寡残火一直处理到天光为止。失踪的狗仔来福嘛，伫早起倒来到主人的身边，除了狗毛小可烧着，其他无啥要紧。若起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有2个大国小毕业的查某囡仔呢，是小招去台中的一中上宽的踅街，不过煞互这招文馆的人呢，甲因揪入去店内硬买物件互因，落尾因就爱付100块的定金才会当离开。律师是表示讲，这店员的行为已经牵涉到强制罪，而且这对象是未成年，所以会判愈重。小女早拄入来店内，店员就甲伊手扭起来，抹保养品做产品介绍。我看看，它是很舒服淡淡的味道吗？小女拄着这种推销方式，惊甲毋知要安怎。这个月初到2个敢若13岁，国小拄仔毕业的小女，趁休热小约去踅一中街，经过这间美容店，煞去互人用写问卷的名义带入去店内，那互人强抹保养品，搁推销产品，互2个人感受真大压力，甚至搁互因包围，要求强制消费。他就没经过我同意，我还来不及拒绝，他就把我的手直接涂上去。我很坚持不要付钱，后面他的脸就有点不高兴。我说再考虑看看，他一直拉着我的手问我说再考虑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不要买什么的，然后他还有问我身上有没有900块。互抹保养品的小女登出了后，手煞出现红肿过敏，心内嘛惊惊。家长已经报警，对店家提出强制甲伤害告诉。实际来，这间美容店店员是讲，案件已经进入司法庭事，无方便做回应。来，台中市消保官甲食安处嘛，随上门进行联合稽查。类似消费争议进前，原来捌发生伫丰原庙东上款的医务公司，因为安尼扣市政府大消费精神。我会能赶快离开就离开。这是一个行销策略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这间商店今年已经互人申诉4件，其中2件铁案，另外2件移转予卫生局，照相关法规处理。台中市法制局是讲，这种的访问交易，消费者伫7天内拢会当无条件解除契约，因为受害少女拢是未成年，家长依法会当要求解除契约，搁退行政业。记者采访报道。高雄有民众买这冷冻的飞机丸仔登去煮，结果食到一半的时呢，煞去捕到一支哪像是登去的铁钉仔。业者是表示讲，目前拢无收到消费者的反应。伫咧做这丸仔的过程当中，因嘛无使用有这钉仔的物件。目前是当咧调查，到底是倒位出问题。也太恐怖了吧！已经加一半的飞机丸有尖尖的物件，民众抓一个，用手摸发现真像是钢钉的金属物。这是什么？就不像订书针。对。然后我就拿起来看，才发现，天哪，它是钢钉啊！2公分长的钢钉啊，另外一边弯弯，民众当时煮一碗飞机丸，前几日食的时阵无发现，后续慢慢步，煞夹到好亲像铁尖仔的物件，迄暗感觉后有淡薄仔疼去就医，麻烦咯，还有其他的铁尖已经食落去。一定会担心，对，因为毕竟是钢钉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一个类似就是抗生素给我。怕吃到有铁的东西，所以要有抗生素。看到了状况我就打给他，可是因为厂商就是周休2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接电话。业者讲，商品拢会用金属检测仪检测，坦白承认品管过程有疏失。不过这程无使用到民众讲的铁尖仔，嘛会甲顶手厂商确认是不是有可能是虚假的物件。我们产品包装完成之后，也都会过金属检测机，基本上是要验出来，但是没有验出来，这有可能是我们作业上也是有疏失这样。派员前往进行稽查哈，如果有违反相关规定的话，我们会责成他改善哈。虽然业者甲婚姻县政府拢表示无接到民众反映，不过民众讲代志发生迄天是假日，第一时间敲予业者的服务电话无人接。面对民众食到铁尖仔的物件，业者是讲会好好甲消费者协调，原来会赔医药费。记者采访报道。嘉义县六卡乡的苏厝寮有几个越南籍的移工呢，在啉酒了后冤家相台，造成一个人死亡。警方透过这监视器是抓到涉案人士，也照杀人罪嫌，甲移工移送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画面翕到冤家相拍移工走上狱的状况，其中后壁狱的人搁手提刀啊，边仔朋友要救拢救袂掉。嘉义县六卡乡的苏厝寮，13半暝发生移工啉酒冤家相拍意外。其中1名生2个越南移工，伫过程当中受伤严重来过身。10外吧，10外啊，对啊，暗着做大声的。有啊，有没有？有听到吵架的声音，对，有蛮大声的，就是但是听不出他们在吵什么的，还不知道，因为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为台南来几廿名移工，原本来到嘉义县的人脚要找共乡的朋友，因为啉酒的过程发生冲突，其中一个人向死者用钢槌拍着伤，才引起对方的阿兄举刀来报复。其中一名男子先遭铁锤攻击受伤，其胞兄得知后持刀介入，冲突过程中造成一名阮姓越南男子遭刀刺刺伤，经送医急救后仍伤重不治。警方表示，配合现场附近的监视器，已经将相关涉案的人拢带到警察局，嘛伫现场查扣涉案的刀甲钢槌等证物，详细经过高需要调查。专案以杀人等罪嫌将涉案的移工移送嘉义地检署来继续侦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高雄市今年这天高例的疫情较大呢，这本土甲境外病例累积起来已经有16例啊。高雄市府是宣布奖励措施，讲这民众若准是7、8月有出国去到这风险较悬的东南亚的国家，安尼得当先去卫生所来领一罐红芒啊剂。等来到台湾的时，若准有主动来配合快筛甲采检，安尼得当摕到500块的礼券。民众行李大卡细卡球咧行，规个高雄机场内底人吵，休抓是民众出国的大规，不止个嘛是境外天口节传染风险上悬的时间。今年到达高雄市的天口节病例已经有16例，其中本土的有7例，境外100有9例。卫生局表示，高雄天口节的传染风险主要是来自国外，为着要阻挡病毒，现在也推出奖励措施，除了出国进前会当先去卫生所领红芒剂以外，等来台湾脑镜头去诊所快筛，毛礼更通听。有的时候能够涂防蚊液，避免被当地的病媒蚊叮咬。那返国14日之内呢，如果有任何的登革热疑似症状，例如发烧、头痛啊，或者是皮肤出现红疹、腹泻、呕吐等症状，那也希望是说市民朋友赶快去就医。要阻挡境外100天口节病毒，机场入境大厅快筛站是第一关，然后发烧民众对先防查出来验，随送专职病院治疗。第2关就是各区的卫生所甲病院诊所。卫生局表示，今年除了有镜头的民众去看诊做快筛有奖励以外，对高风险国家回来民众，就算无镜头，嘛使去做快筛，同款有利更通听。他打电话给我几天了，我就约我来，我没有时间。今天我来，我说有时候有年纪大了，就有什么病里面有问题，就让我们知道，就在处理，去看医生这样。那你知道他们有送500块吗？也有有70%的市民朋友感染登革热的话，它是无症状感染的哦。那这些人还是都有传播的能力。那因此的话，我们也预请说，14天内民众可以主动健康监测，来到卫生所来采血验快筛，同样也可以领500元的礼券。卫生局表示，天口节的防疫重点就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预防境外天口节伫社区烧话。希望民众会当配合防疫工作，若做好势，大家健康安全才有保障。记者柯家朱用高雄场报道。天文大楼第2天来看，这屏东东港的东镇里呢，是因为有加派这抽水机，所以船头路的积水是平涌过，还阁较低。也毋过沿海5路有100多户也是受到影响的。另外，今仔日这东港外海风影也是真大，东流线除了连营厝在中岛进前有船帮以外，其他的业者今仔日拢停驶。民众手提早顿撩水行出来，准备要去上班。14天文大把楼第2天，原本熬积水的东港东经理船头路，即届有加派抽水机，无像因过遮尔严重。毋过沿海5路嘛是有180户受影响。虽然积水大约到骹目悬，但是水拢积到车库内底，出入无介方便。居民只有无奈等水慢慢啊摕。老爸就烧啊，厝安尼要安怎处理？无处理啊，无处理啦。食的厝的拢有食的啦。青菜啦，大嫂都会。这样出入上班是不是都比较麻烦？对啊，只是那边比较严重，我们这边应该是还好。镜头转到东流线码头边，因为大楼的关系，港口内的水一直拍对岸顶来，而且上船的通道比平常时搁较悬。业者透早就甲水闸紧关起来，避免海水搁冲到办公室。因为气象署有发布海上强风特报，乌水沟边境风力有6至7级，行船危险。东流线除了连营厝船班有到中岛，其他业者13下晡就赶紧宣布14停驶。外面的浪都2公尺高，开起来对船不太好。对乘客有点那个啦，有点压力。所以今天是整天没有开，一整天不开。这波天文年度大楼，佮加上强风特报，互船运业者足细意，惊发生状况。气象资料表示，14和15是大楼水位上悬的2天，民众爱小心戒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是安尼议题来看，除了本片比风波以外，即阵仔呢，佮传出这装食品的纸盒仔有荧光剂的问题。中华2间大型的纸盒仔工厂呢，是互人质疑有含荧光剂的成分。卫生局是表示讲，目前已经立案调查，当咧进一步厘清。民众食咸酥鸡、煎鸡肉，袂少店家上纸盒仔底。毋过，即阵有民众投诉，中华2间大间的纸盒仔工厂生产的纸盒仔哪像荧光剂，引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顾虑。正常如果有含高含量的荧光剂，会是呈现像这样，就是很强烈的蓝紫色。那正常没有含量的时候，正常的便当盒都是微弱的淡蓝色。民众表示，因是咧做纸盒仔市场调查的时阵，意外发现中华2间纸盒仔工厂出产的部分纸盒仔哪像荧光剂，嘛家己送 SGS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有验出荧光晶白剂，随向中华县卫生局通报，互人指控的2间厂商拢无直接回应，敢若提供检验报告，表示产品符合规定。本案已经入案，那目前是稽查办理中。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那我们这个案件调查结果一定会依食安法来办理。中华卫生局表示，伫7月初6接到民众通报，初9立案。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规定，第10面的纸盒仔、纸壳啊，袂当有荧光剂。若长期或者是过量甲荧光剂食到腹肚，可能会有慢性的代谢问题，嘛可能会造成肝脏的负担。目前这案也搁咧调查，后续会依照食安法的相关规定办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若讲到这中年的问题，由即卖呢食药署是有公布有风性落架的产品，重新搁再上市的原则。也毋过一寡党派所表示讲，其实这中央甲地方目前也是靠人工咧确认的，所以希望讲会当建立国家级的资讯的平台，嘛爱加这检举者的保护制度来扩大到企业、厂商，也是讲客户，互人会当安心通报。中年药品是按风波也未收煞，食药署拜二公布预防性落架产品的重新就价原则，目前受影响的产品也咧继续增加，要是有民众无清楚敢有食到有问题的油。几内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电线拜二开记者会，嘛指出亲像校园、幼稚园等照机构遮的民众根本就袂当选择要用什么款的油。时代力量要求政府改善食品对象的制度，包括讲在追溯食品的源头，如何能够明确的做到，然后了解每一批流向去哪里，然后以及我们所关心的像幼儿园孩子、学校里面，然后长照又或者是社福机构，是不是有食到这个中年的有问题的这个药品啊？吼。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指出，虽然政府建立是按对象系统，不过问题有事件发生了后，中央甲地方要是爱靠人工确认，资讯无法度即时整合，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建立的国家级分段资讯系统，食品分的对象资讯，互民众查会到药品的配合，确认家己敢有买到有问题的产品。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查找这些资料来源，好食品流向哪边的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希望的是，从采购端这边就开始做好，包含出货厂商跟政府的这边机构做食品云的串接。建议呢，这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除了修法之外，要强调在源头食品履历、电子发票跟批号能够做一个追溯机制。台湾前进电线嘛要求政府公布问题有事件的完整时间线，讲清楚政府是当时知影、当时通知业者甲地方政府。另外，伊嘛主张甲检举人保护制度扩大到企业之间，也是会有客户、承揽厂商，若是发现食安问题，会当安心通报。记者郭正阳之讲台北报道。台股昨昏其实开了袂歹，也毋过呢，今仔日因为这美股是大盘价，所以咱呢嘛开正价，44,000点是走无掉的，上价是盘到43,911点。来看这台积电6月营收呢，其实是有4426亿，这是创高一季的历史新高的记录。也毋过今仔日这台股受到美国的影响，电门的这个股票呢是安尼青顺顺，44,000点是保无掉的。分析师认为讲，刷落来48点钟，这市场呢会面对着美国 CPI， 也佮有台积电法说会等等压力的测试，有可能就要等到拜五，这市场才会回稳。
继续来看国际消息，这是中东地区又搁再起冲突啦。荷姆兹海峡有2架阿联的油轮受到伊朗飞弹的攻击，造成1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的灾情。这美军就随宣布搁再来空袭伊朗。同时，这美军也讲，对台北时间7月15透早4点开始，就要封锁伊朗的港口，也有沿海的地区。即马受到国际局势影响，这布兰特的原油即马一桶就要84块的美金。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We're taking out all of their capability for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I think in the end, we will end up just controlling the whole thing. 根据《纽约时报》提到的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伫初10正式致函予国会，表示美军按初7开始会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打击。按顶礼拜周末开始，美军中央司令部搁一届小连续3天去拍伊朗，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若上新一届攻击是因为2架阿联的油轮13行伫咧荷姆兹海峡的阿曼航道顶悬，去予伊朗兵着船导火，有人伤亡。若是革命卫队的指控，这2架油轮因为甲导航系统关掉，而且无要插伊朗当局的警告，才会对因出手。不离个川普咧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阵，是无甲话讲死。伊表示讲，伊朗阁有想要做落来讲，若是美伊达成协议，这是也阁有可能的。同时，美国的情报嘛发现，伊朗伫7月初3利用哈米尼国葬，透过一帮班机飞去剑门青年运动的控制区撒纳的航班，将革命卫队的无人机也阁有飞弹专家送去到剑门。若是美国的驻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就向联合国安理会强调，只要伊朗对船只来开火，华府一定会甲因拍转去。If Iran shoots its ships, we will immediately respond with force. 即马中东的战火就要开始滚架 ，CNN 等等的媒体就报道，目前至少10架美国的军机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外海、阿曼湾，也有沙地阿拉伯顶悬安尼飞来飞去。因为美国海军咧换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嘛证实，美军伫咧台北时间15半暝4点开始，会搁一届军事封锁伊朗的港口，也有沿海地区。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هر گونه اختلال و ناامنی برای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و راهزن آمریکا خارج از مسیر تعیین شده ایران و بدون مجو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با شدت برخورد می‌نماید. 若即马伊朗嘛拍算对行去波湾的船只来收钱，川普政府13嘛头一届宣布，要对行去到荷姆兹海峡的商船，每一只收货不价值2成金额来当做是慰安的费用。另外，川普嘛伫台北时间17早起9点发表全国演说。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国际油价即马又搁起来啊！也毋过呢，这美国白宫煞专工来替一间连锁的加油站咧广告，这店名就号做是自由加油站。背后的经营者其实到今也毋知影是啥。也毋过这间加油站呢，伊的介绍有影是比别人搁较俗。川普是表示讲，这业者愿意安尼做，一定是代表伊真爱美国。We're here at the first Freedom Fuel Network gas station right here in Philadelphia, leading the charge to lower gas prices, $3.47. That's for our 47th presiden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白宫顶礼拜发布一支影片，向美国人宣布，政府25间集中伫宾州加纽德西州的连锁自由加油站，汽油的介绍是真俗，比10美平均也俗50美分。消息一传出来了后，上欢喜的就是消费者咯。I just happened to ride by, saw the sign, and gas price is low,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I figured I might as well get it while I'm... The political, it's about the price. The political statement doesn't matter. I wish we'd go down more so we can keep everybody moving. 有消费者讲，30多年前伊搬来费城时阵，汽油每加仑才7.5分的美金。正受到荷姆兹海峡紧张影响，5月2日油价也起到每加仑4.55到4.56美金。虽然白宫讲美国政府无对卖油的商店来提供任何补助，也无参加营运，不过也是有消费者无爱买，而且来到这个以麻油加美国国旗为主要图案的加油站来抗议。It's very hard to feed your families these days because of inflation, but we also have morality, right? And we have to vote with our dollars just like we vote with our ballot. 川普7月初是伫正式社群俄罗这间零售商是真巧，因为真爱美国才安尼做，伊并且呼吁其他店头也安尼做。不过这间加油站到底是安怎才有法度卖出俗咧？
纽西部访问中国便利商店协会发言人发现，伫惠城地区，敢若是燃油批发价就超过每加仑3块美金，也会加这酒税、联邦税，也有运输甲营运成本。代表店头若是要家己吸收这成本，就一定要另外卖其他的物件来掠长补底，若无实在无度经营落去。结果真正才无卖几工，自由加油站就袂堪要卖遮俗，已经对3块4角7美金，渐渐起到3块5角7美金。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欧洲即马这天气是真烧热，四界拢有火烧山的灾情。伫个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这带呢，上无已经有13个人死亡啊。也那法国巴黎南边也同款有火烧山，这高速公路是赶紧甲封起来。加在目前的火势拢已经受到控制。真美野火13甲法国巴黎东南方的枫丹白露森林烧起来，逼促连接巴黎甲里昂 A6的高速公路紧急关起来。政府头一摆伫咧大巴黎地区出动夜水飞龙机，飞去塞纳河堡水拍火，目前火已经受到控制。Il y avait des flammes partout, c'était trop chaud, on pouvait pas, même pas attacher un volet, c'était pas possible. 值得关心的所在是，伫咧法国政府指出，火灾伫咧1公里以内出现10外个导火所在，强烈怀疑是人为调意股放火。目前政府已经抓到2个嫌疑人。法国今年一直到今，因为官温打扫，已经有32000公顷的土地互野火烧烧去。同这个时间，阿尔梅利亚省的森林野火死亡人数嘛增加到13个人。另外，阁有10个人失踪，变做是西班牙历史当中上界严重的火灾之一。总理桑切斯13坐飞轮机去看火烧的所在，地方官员就表示，这场大火伫咧12得到控制，估计有7000公顷的森林甲农产着济。根据欧盟各百年气候变迁服务中心的数据，欧洲是世界上暖化速度上紧的州。敢若是6月底降温，就已经伫咧西欧地区造成超过1万个因为降温过身的超额死亡。极端气候和野火发生的频率嘛愈来愈多，拍火的难度嘛增加。13，英国威尔斯发生野火，无人机画面显示乌烟直直升起嚟。政府甲康威山，还佫有西克南特山附近的居民赶紧疏散。克罗埃西亚的科尔丘拉岛11嘛发生野火火烧，火真紧就炭起林地，一直到暗时落雨，火才转熄。拍火工作一直到12才得到控制，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好，另外来看这个巴威风台呢，登陆中国的这天，虽然讲即马已经检测是历代性的风暴啊，也毋过伊的外围环流伫华东甲华北地区，也是引来大水雨。伫河北有真侪车辆互大水安尼冲走去，就亲像画面咱所看到的安尼，即马是传出有1800个人受困。也那另外伫孟加拉这单呢，是因为做大水，而且佫崩山，上无有51个人死亡，上8万人受困。巴威风台是今年第2个登陆中国的风台，登陆的时也有中度风台的强度。伫浙江沿海扫大风影，甚至甲树仔拢扫倒去，山区也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甚至有砖头互大水引起，这水来到2公尺悬。当局下令180万人提早撤离，其中包括上海有30万人赶紧疏开。巴威虽然登陆了后已经检测历代性风暴，也毋过也是继续上北，连山东、河北甲辽宁拢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落大水雨，其中伫河北承德有车辆雨水冲走去。也那另外一搭浙江台州，民众伫风灾过了，无用清理家园，咧做物流的林先生讲，整体损失并无严重，也毋过门前搭的架仔，就算已经拔掉啊，也是互风扇甲倒去。损失就是这个矿损失了，进水里面就是很少的了，这个没有什么多大，就是这个矿打了以后就损失了大概有6000来块钱。镜头转到孟加拉，当地拄啊好是雨季，大水雨落袂停，河川水位涨悬。东南部城市班达尔班这条河沿岸的厝拢已经淹无去，车路变做河流，居民损失真严重。আজকে 3-4 দিন ধরে একটু পানিটা অবনীত হয়েছে। ওই আমার বন্ধু বান্ধব বা প্রতিবেশী মিলে আমরা গর্ত পরিষ্কার করতেছি। তাই আমরা এখনো কয়েকদিন ধরে খেয়ে না খেয়ে আছি, খুব অবস্থা খারাপ। আমরা একটু সাহায্য বা সহযোগিতা。有关单位估计，这波大水雨上无有51个人死亡，大多数是因为崩山甲土石流造成的，但也有上8万人受困，真侪人欠粮食甲饮水等等的物资，处境会当讲是真艰难。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
泰国酒馆的火灾有真侪人死伤，也若回顾咱台湾的，其实也捌发生过 KTV 也是讲西餐厅火烧的事故。消防署是提示讲，这店的变塑架门呢，若准是用塑胶做的，安尼其实是无法度甲火冻落来，而且这排水孔呢也袂有空气，所以若准发生火灾，千万唔通秘伫内底。 火烧甲真猛，一时啊火氛就真大。泰国曼谷的酒吧半暝大火，真侪人秘伫便所，到尾煞不幸死亡。面对发生火灾，消防署就示警，秘伫便所绝对袂使，颠倒会增加致命的危险。浴室的门跟天花板可能比较多的情况是塑胶材质，然后不耐高温，然后易融化变形，然后所以就会有浓烟侵入。排水孔下方设有这个存水弯，其实是不会有所谓的新鲜空气从外部流进。消防署特别说明，便所用塑胶门较济，无法度有效挡火氛，排水孔有些抗水弯，嘛无空气入来。万一秘伫火场内，千万唔当秘伫便所。看泰国的火警，国内5、6场所同款，原来有类似危险的代志。 整个林森钱柜大火啊！林森钱柜大火。民国209年，前柜 KTV 林松店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当时袂少罹难者都是秘伫包厢便所。民国84年，台中威尔康西餐厅大火，加一届泰国的火警，同款的所在是唯一的出入口拆掉的，夺走64条人命。 沉着冷静，然后第一时间要快，然后第一姿势，必要说爬也要爬出去啊！你为了要找湿毛巾、捂口鼻，那就是会浪费时间。你没办法往下或往外逃生，那建议就会有改避难的方式，看是不是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你可以躲进去，然后是塞门缝，然后在里面。 等待救援。若是伫 KTV 酒吧这5、6场所，常常拄着火灾，把握火场都先口决，烧火紧走，火昏关门。专家嘛做伙提醒，入去任何5、6场所，爱提早确认是毋是有2个以上的逃生避难空间甲动线，为家己的安全设想，预先防范。记者采访报道。 年底就要来拼9合1大选啊！这那边也呢是来推动公投白大选，包括着变形、反废死，也有移转投票等等，目前已经来到立法。因为民众党团因甚至阁提出这安乐死合法的公投，也毋过营养所认为讲这是用公投来决定人的性命，有可能是无解妥当的。 年底特别9合1选举啊，那北即马拢提出公投案，要利用公投白大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率领8位的党籍立委宣布要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公投。针对卫福部长赵忠良批评安乐死是加工自杀，民众党团回击。 讲政府高官唔知影人民的艰苦，讲安乐死法制化是针对人民若去得到真恶治好的病，也是承受无法度承受的痛苦，有通选择将生命结束的权利。重大的公共政策交给人民来加以选择，请问民主进步党何错之有？你民进党何时变得这么傲慢，认为你们自己的选择？ 可以凌驾在人民的意志之上。不过，民众党团安乐死的公投案无法度家己伫立法院过关，政府立托。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表态，这届公投案是直接反映民意，会尊重无同的声音，也有看法。若是立赢是出现反弹的声音，讲安乐死牵涉生命权，也有病人自主、医疗伦理甲刑事责任，应该要由国会逐条来审查。毕竟还有时间可以讨论三读会的时间是大概在8月份。 大概在8月下旬，所以这段时间大家还是可以来做相关的这一点讨论。毕竟只是2读会而已，还没有到3读。我认为这个把一条生命用公投来当一个工具来做一个决定，公投再去绑大选，要冲这样的一个投票率来看，是不是适当？ 这应该社会可以再来考虑啊！国民党嘛拍算提出中科核电的公投案，目前已经政府立托的公投案，包括变形、反废死、移转投票、交通罚款专款专用。那北即马咧拼年底白大选，要冲关投票率。记者综合报道。 基隆市幼儿园虐待案目前呢已经甲囡仔拢安置好势，8月开始就会转去新的学校啊。这段期间呢，逐工拢会安排1、2位的教保人员去陪伴，也若这囡仔心理咨商的部分也有继续咧进行。
已经有12位的这个幼童已经在这个五堵国小，我们这个辅咨中心已经开始协助他们请心理师来进行咨商。好，那我们也希望是说一个幼生有搭配他专任的这个心理师，然后来陪伴这个幼生，那一直到他即便转到新的学校，那直到这个评估已经没有相关的需求为止。市政府是表示讲，这囡仔转学了后呢，会继续心理的辅导，也那卫生局也会协助家长来心理咨商，相关人员这行政甲民事的赔偿，后手也会继续来办理。也那这家长要调监视影像这部分，会分做2梯来处理，幼班、小班、中班甲大班呢，拢会互这的家长来看上课的状况。面对着食毒塞车的问题，立法院初审是来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甲这罚则甲提复悬。头一届食毒塞车这汽车呢是15万，也那乌多摆是12万，而且会吊销驾照，凭行政院的版本搁较加罚3万块。那准讲这拒绝检测，安尼头一届是罚27万，第二届45万，刷落来每一届拢会凭前一道搁加罚18万。警察伫路林顺道向挖去到路边，甲骑铁马的人抓落来。警车好像心不在焉，那边晃来晃去的。这查甫人安尼结结，唔敢看警察，讲话踢踢突突，一查竟然阁是食毒啊！这姓郭工人30岁，早到毒品窃盗的前科，前几工骑铁马去上班，因为骑车安尼偏来偏去，人嘛安尼戆神戆神，伫台北市南港的兴南路去互抓落来，去互检出食毒骑车。经拦查实施毒品对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除依规定自单举发外，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那按照即卖规定，食毒去骑铁马上悬会当罚2000，啊，毋过面对即卖食毒塞车这尔济，立法院已经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的初审，全面提悬食毒塞车骑车的处罚。我们就按照行政院跟各委员的版本。再修正通过。自行车等等的慢车毒驾提悬到上重罚万2块，当场禁止搁骑。啊，若是汽机车方面，头一届毒驾汽车上重罚15万，机车罚12万，而且会吊销驾照。比行政院的版本是罚搁较重，罚款加3万外。那准讲拒绝检测也是毒驾的累犯，采罚是会使一直天起哩，无上限。从重从严，这个必然是我们想做的啦。好，只是说那个衡平性的问题。好，那不过这个结论我们尊重委员会这边的结论。那是毒驾累犯，搁再犯罚款的一届比一届搁较悬，比起顶一届红掠，这个罚款会搁加9万块。啊，那头一届拒测会直接罚27万，第二届45万，算落来每一届拢会比前一届搁加18万。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台北市在2023年时发生这电动车落入土坑的意外，检察官是照这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新竹县长杨文科，昨一审宣判是判伊无罪。也那杨文科是表示讲感谢法官行义清白。电动车停在建南边的道路，路面雪熊熊崩塌，规台车就安尼直接落入去坑内底。代志发生伫2023年，这事件也引起外界关心。法院经过1年的审理，拜一审宣判，新竹县长杨文科无罪，当时的公务处长江良恩判6年6个月，其他相关人士被判3年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杨文科等人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杨文科无罪。那本件得上诉。新竹县长杨文科拜二参加县务会议，看起来心情袂歹，接受法院的判决，还伊清白。伊讲当初外界对伊有真侪不实的指控，即马总算还伊公道。明察秋毫，还我清白。那昨天下午我获知无罪判决，内心是非常的激动。当初是希望为民众来解决问题，案件也是县府主动移送法办。这2年来，我面对的官司，我一直是坦然以对。但有民进党议员是指出，县长虽然无罪，不利个当时的公务处长以及申办人员，所有人判5档以上的重刑。这个县长也牵涉政治甲行政上的过失。时任公务处长重判6年半，基层承办判5年，你杨县长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用切割下属来换取自身的脱身哦。敬告杨县长。司法无罪，绝对不等于政治与行政无过错。针对判决，新竹地检署表示尊重法院，后续也会等收到判决理由了，再个评估，甲要提起上诉。记者杜君和
新潮报道。来看国民党立委万美玲的后生许广荣呢，是互人压出真侪霸凌的代志，而且伊无做兵，爸母的财产申报也出问题，因为这证据实在伤侪啊，所以许广荣昨是伫咧面册来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的提名，伊讲伊要继续来走基层，欠虚反省。他会想到你。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决定哦，因为毕竟他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参选人，一切都是以他的声明书为主哦。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办法代替他发言。这许广荣呢是讲伊要放弃提名，毋过敢会以无党籍的身份出来选议员，即马外界拢咧摇。也若爸母财产申报的问题，伊的老母万美玲伊是表示讲，做公司已经真侪档啊，伊拢有依法来申报。也若红色的公司其实伊拢无咧插，相关的指控是会堪得社会来检验的。另外来看，针对着这苹果农药芬普宁呢，有人会甲误会做是环境用药芬普尼，所以引起真大的惊吓。食药署是解说讲，这芬普尼是环境用药，是要用伫农产顶头的。伫遮所讲的芬普宁这个物件呢，这是针对着国际的做法来反映实际的情形，毋是放量标准。第一种产业大苹果，苹果是大家常常食的果子之一。为无要互农药影响，大家拢有家己一套清洗标准。怕有农药的话，这样子啊，就是泡久一点，或不是让它水流动的方式，让它减少农药的残留。像苹果一定是会先洗，然后泡一泡，好，然后再去削皮，因为我们就是不要连皮吃这样子。卫福部近前发布的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包含38种农药174个品项，其中针对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的部分，苹果由原本的来考虑的0.05 ppm 改做个别标准3 ppm， 加做外界关注焦点。小署表示，主要是伫111年有跨国厂商来申请，111年进前葡萄甲莲雾本来要个别标准。这不是放宽，是从类别标准在定成为个别标准。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在日本，它也针对芬普宁在苹果也是如此的个别标准的定。小署强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伫国内外资料、道理资料、参检残留试验甲个人sen取摄取情形进行风险评估。无关美国压力或者是政治讲话，农业部风险署指出，芬普宁主要针对防治业员，也用伫12回科的作物。核准使用的范围还算相当的广，它可以用在不管是十字花科的小叶菜类、十字花科的包叶菜类、草莓，还有一些果树上面，主要针对的防治的害物，一些螨类这种小型昆虫残留容许量的部分，它只是一个管制值，而不是超过了容许量就是有危害的部分。针对相关媒体有发文指出，即摆小署是放任苹果农药芬普宁等消息，小署反驳芬普宁是环境用药，伫咱家民用伫农作，提醒民众唔通散布不实的消息，避免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会修正各依法来救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行政院是来提出3级食品安全管理的强化机制，未来会提悬这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这原料厂搭配拢爱检验，也若第一站供应商呢是改做一季来检验一届。同时，这第三方的验证机构，若准有发现异常，毋过煞无主动来通报，安尼会有愈严格的法律责任。中联药品本便被超标争议继续拖，外界关注食品安全管理法敢是要更较严格？有食品业者出面表达心声，认为源头管理加糖递进。它3天的有问题，生产了1300公吨，代表什么？代表它一天生产将近400公吨以上，半年检查一次怎么够？它每天检查都需要啊。行政院是提出强化3级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回应民间的烦恼。除了增订业者自主检验频率，上顶游的厂商为每半档的自主检验改做搭配检验，第一站的厂商嘛按算为每半档的自主检验改做搭柜检验。针对第三方验证的机构，若是发现异常案件无主动通报，未来可能会面对更加严重法律责任。另外，嘛会增订查厂的频率，扩大抽验高风险的业者。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发现确实有不稳定。制程不稳定跟这个不一致的情形，所以这个要真的去完全厘清不容易。
卫福部长赵宗良特别强调，福部、福寿、泰山合计52批原油产品，拢爱经过食药署检验，符合规定。相关原油产品制成的321件终端产品嘛相像，等下油互相比对，拢爱合格，无是不准定上架。主管机关现行的状况是，确实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拿到已经有违规的数据，好吧？那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些特定的项目，只要实验室有验出异常，它就要用相关的机制去跟主管机关做汇报。我想我们持续的在跟专家在讨论。卫福部表示，查验的范围毋但是原油产品，阁有业者的油车、油槽，倒位若验出超标，也是有污染、透蓝的问题，就一定爱落架，要拼伫1礼拜内完成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分科测验今仔日是第2天，这是来考历史、地理、数学、也阁有公民甲社会。因为有考生是违规来使用 AI 的物件，结果互其他的考生甲家长呢是烦恼讲这考试无够公平。即马防止考试作弊的规范又阁受到大家检视。大学分科测验进入第2天，各校的家长会加油团继续到考试场为考生乌演鼓励。14要考的题目包括历史、地理、数学，阁有公民甲社会科。大多数是文组的科目，毋过就算是即马 AI 和半导体议题较热，嘛是阁有考生想要读文组的科系。比较不在乎学校吧，比较在乎你以后出去拿到的证照。他希望他的数可以考好一点，有助于他考到他想要的科系。东吴的会计系。对于3有考生违规用 AI 物件，考生和家长拢烦恼影响考试的公平性。他都被监测到，如果他有使用的话，当然会有一些上面不公平。作弊都失去公平性啊！科技比较进步，所以我觉得在防止这个科技作弊，应该还是要加把劲。因为相关看的 AI 物件会当甲 AI 摄影、翻译等等的功能，担任大考中心治安资讯专家的学者强调，如何积极防备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有哪几款市面上常见的一些 AI 的这一些眼镜来讲，可以把它建档。那建档完了之后，对于说监考的老师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做识别。从研究方法到历史事实，测验考生呢对资料的理解、对历史概念的综合敏感度。各界关心如何防止 AI 物件作弊，嘛关心历史课的试题出题特色。大考中心强调，这届出题台湾史、中国和东亚史、世界史各领域配分平均，试题多元化，重视探究和实作。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启东乡落水溪的这个布环呢，有一台货车是载这建筑废弃物，准备要去乌白岛，结果互在地人看到，赶紧来通报，也毋过车顶2个人全走去。目前这警方已经把这台货车甲扣落来，而且也会继续来追查废弃物的来源。13透早4点外，云林启东有一个农民开车到五华村落水溪布环巡查。无意外看到一只载废弃物的货车准备要南山道，这个农民随驶车甲早咧，佮通报其他的村民围捕。毋过车顶2人看到这个办事是随车，但咧就紧速咧。走啊！你伊要走，对象无走走，阮这农民就通报阮大家吼，因为大家拢愤慨嘛，所以出来10几下啊，4过为4过家食安尼吼，我才无着买，佮迄样接走。清几啊摆啊，清了无偌久，伊就搁倒。所以讲这种作恶质的行为，我希望讲，伫咱的法令上吼，袂使轻轻就甲放伊过。启东乡长廖秋阳也表示，附近五华村落水溪的布环，因为地头较偏僻，常常互人乌白等垃圾甲废弃物。过去捌倒过太阳能监视器，防止人偷盗。毋过，即个行为人闪监视器，沿路南站倒喙庄仔遐。目前警方已经查扣这架货车，要约行为人，环保局嘛会顺线调查废弃物的来源。现场发现被倾倒大量的营建废弃物，那估计有54立方米。那2名行为人已经逃离现场。依照现场的基证判断，目前已经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41并46条来移请警察单位来侦办当中。环保局表示，这只拖拉机在营建废弃物，佮包括防火建材，若对查到行为人，会依法要求清除。那启东乡公所是讲，已经协调附近的农民协助，后续会增加附近路口的监视器，希望彻底解决乌白等废弃物佮垃圾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这回这8位风台呢是带来大风雨，伫个桃园市龟山的乌山街180巷迄带呢是来传出路基漏气的灾情，现场水管佮憋气，路面是安尼严重积水。加在目前这管线已经修复啊，也那后手呢也会交互这区公所继续甲路面修理好势。
路出现一个真大的坑，边啊各设铁棒、三角锥、警示灯来警告，防止民众搁爬落去。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坑洞吗？是第一次，以往的话是路面满水，可是没有这么大的情形。到礼拜五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小涵洞，那用猪下去探的话很深，所以我们马上报灾情。昨天下午3、4点就崩了这样子。道路乌坑的所在，就伫咧桃园旧山区乌山街巷仔边啊。李长讲，包围风台期间已经出现小块乌坑啊，才要准备维护，想袂到13竟然大面积崩塌，甚至佫有水流出来。初步勘查是地下排水沟伤过旧啊，最近变大雨，排水不良，才造成路防乌坑。初步的探查说，它其实旁边这边也有掏空情形。那公所现在目前在研议要怎么去把这个洞先补起来。台湾过境造成自来水的用户管线冲刷断掉。那昨天也是简单的一个紧急的修复。那今天早上的话也派工把整个冲断的部分已经修复完成。这个路防乌坑，还有管线松动的事故，造成1户人家厝管线脱节，14户人家厝水压嘛降落去。台水公司就表示，松动的管线已经修复，水嘛已经恢复供应。现场路面修复的工课是旧山区公所接咧办理，煞尾嘛会找水务处来改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团体是来表示讲，这台中港屯海的工程呢，是伫咧马祖鱼，也就是北海底的生态地，讲这规划根本就无符合着规定，而且佫是用这用建的废土甲再生的原料要来做这个工程的，所以伊是呼吁环境部应该要要求业者爱随停工来补做环境的评估，避免危害着台湾北海底。环保团体提交公民告知书，希望环境部重视台中港屯海工程对北海底造成的影响。北海底是一级保育区，目前数量大约剩50只。环保团体指出，最近有观察到北海底会伫台中港屯海工程的范围出现。台中港说要开放营建废土屯海，对北海底的生存造成真大影响。他们会在那边育幼期，就是觅食。那他们在这边做了很大量的填海造陆的劳动之后，不但白海豚会栖息地会消失，他们工程的扰动也会让那边的白海豚的食物来源不见。环团指出，屯海工程应该经过环境的评估，因过交通部所将两边距离6.7公里的爆花连起来，公这算作是爆花的范围内要闪宽屏，实际上说是开大片开放式的水穴。环团认为这根本无符合规定。另外，以前屯海会用原本设伫海边的土沙，环团指出，这个屯海使用的却是中部用建的废土和再生物料，真有可能会影响海洋的生态。即马伊要囤的物件是营建废弃，除了老的可能有足侪垃圾物件，有毒的物件。环团呼吁，希望环境部会使针对台中港务分公司开发，而且要求伊马上停工，补做环境的评估，确定这个工程有符合规定，袂去危害到台湾北海底生存的环境。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台南市新起的遗迹小党社会主体呢，伫2020年开始施工，毋过煞去挖到清朝时代的遗址。这文书团队伫咧内底是来发现一寡灰野的碎片，也佮有动物的骨头。因讲这个土地有跨越3个时代的历史。提喙石啊、蚵仔壳、红砖啊、脆油啊贴出来的清代工法，这是清代三合土普遍的遗迹。近年咧，台南遗迹小党社会主体咧起的是挖到2020年咧挖的是挖到清代围固甲滚仔口红砖啊水井，见证府城北文化300多年来的生活文化，嘛有通看到先民就地取材的建筑智慧。基础的部分开始是黄坡式，当时迄个三合院的基础。另外，伫开发过程中嘛，去挖到一个古井，这个古井搁较久，这个古井是明朝甲明朝的时代吼，伊无算伫古迹当中，毋过迄个就有历史的意义。伫伊个古迹当中挖到、刻到足侪古物的吼，嘛真深。阮这栋规划14层楼高，抽376户的现代社体下底面有丰富的历史痕迹。考古团队伫清代水井内发现青灰仔甲梨仔壳等物件，见证300多年前的饮食生活甲文化。文书工作者讲，这个所在因过毋那是单因怀古厝，佮加有府城7时8庙之一的黄碧寺，充满多元的历史底蕴伫咧遮。陈永华故居就是这所在附近。这个所在附近就是咱讲的，咱起码阁有叫做钟楼啊。第二，这个所在有7间寺的著名，7时8庙之一，黄埔寺哦啊，所以这个所在，若讲这台南市的历史遗迹，
并无过分。对着时代变迁，基地嘛发现日本时期铁道职员的宿舍围固，对融合清代红砖啊，甲洛国石的基地，到甲水井底的茶汤啊，逐项拢是过去先民留落来的生活见证。为着延续文化，市府即阵甲部分的围固伫现场展示，其他交互清代考古所做记录，未来搬入去的住户嘛通亲身感受府社100年的风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刷了下晡晡的天气，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南平的水汽刷到北平，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甲平湖会有局部地降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甲马祖、金门会落地降阵雨，贵岛嘛会落地降雷阵雨。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